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1月31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由于现在无非洲低温疫情，所以加强预防就相当重要。嘛，因为其中一个传染的管道就是厨余，所以教育局打算加强厨工的手艺，推出厨艺比赛，要来让营养午餐更加美味，让学生每顿拢食完，来减少厨余的产生。教育局为了提供学生优质的校园中昼顿，推动食材爱采买4张 EQ 的，咱市嘛得到真好的成果。同时，为了减少校园喷的产生，教育局长嘛提出，希望举办厨工的厨艺比赛，鼓励厨工加强技术，透过更加美味的料理，减少喷的产生。我们最近也在检讨，为什么在那个厨余啊，我们现在知道是猪瘟的那个问题哈，那担心说那个厨余的部分呢，去养猪会不会这个产生问题？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否有整体性的政策？所以市长也只是说，怎么样来减少厨余？那必须要从这个减少这个所谓生菜或是所谓熟食的这个部分的剩余之外，那么孩子呢吃怎么让他减少吃余，能够把它全部吃完？我们想到一个不是孩子不喜欢吃，是我们煮的不够好吃。所以基本上我们怎么在烹调的这个方面呢，再让厨工也许有更多的训练。那结合我们的食材是卫生安全，然后再来那个烹调又是好吃。孩子都吃光光，就没有厨余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我想，也是家长所期待的，养成好的饮食习惯。虽然台湾现在还阁无非洲低温的疫情，但也因为非洲低温的传染方式其中一项就是喷，所以透过安尼的方式，嘛会使有效的预防。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改善安南区徛街歹停车问题，同时活化公有的土地，安南区公所甲中华电信签约。利用了位伫临安路的空地，将伊整理成41个停车场，免费来提供社区使用。31号下晡正式剪彩启用，有当地民众拢相当欢喜。安南区这几年的人口数是愈来愈多，所需要的停车格数嘛愈来愈悬。为了改善停车格无够的状况，同时嘛活化公有的土地，安南区区公所特别甲中华电信签约，利用位伫临安路的空地。将伊征收成为免费的停车场，31号下午正式来启用。咱这个延长里临安路这个停车场过去是咱中华电信伊个土地伊拢用这个铁网围起来歹管理因为当时粪扫的飞入来也是人等的无歹处理安尼变一个脏乱点所以长期来民众希望讲会当甲开辟做一个停车场阮就含市政府会当讲来甲请示配合交通局帮阮画线等等的工课安尼陆陆续续来甲完成隔壁厝面隔壁住真侪人伊也感觉讲市政府甲区公所安尼做起来吼环境改善停车也方便嘛感觉加较安全，所以大家看了真欢喜拄过年也要到会当讲今日是说，还是亲人转来的时阵，有一个好的停车所在，阁有一个广场所以讲真正是欢天喜地啦吼，会当讲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好年。现在这停车场会使提供社区41个停车位，区公所嘛希望民众多多来使用，减少乌白停车的状况。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针对南区的大南地区，长期水压低、水量少，计出现莫大抽无水的民怨，加上过来春节连假用水量的增加，所以议员林美燕要至相关单位来检讨，希望赶紧协助民众改善日常用水的困扰。市议员林美燕反映南区民众的心声，因为最近摒扫需要大量的水，但煞出现水压不足、水流真少，甚至根本无水的问题来出现。特别伫咧水沟社中华区一带，不但地势悬，而且也起了侪新的大楼，增加了民众嘛，增加了这一带的用水量，河南区欠水的状况愈来愈严重。白天还好，到了就是巅峰的时候，然后煮饭的时阵，晚上大家回来了，煮饭就是在洗澡的时间。
可能我迄台水压较低，都有当水较少，但是进无啊，进白天也会碰到这个现象，白天也会跟我讲，我你拄了波动下是这样子的待遇的话，如果我们只要听到说，要停水啊，我俩一定得来停。然后你也听到讲啊，水来呀，我们是最后的。一点听到水来的时阵，水还不会马上来，我们要过一段时间还要来，因为别人先来呀。面对民众无水通好用的困扰，自来水厂伫咧市园林美苑的强烈要求之下，承诺会伫咧过年这段期间，特别为南区加大水压，让南区的民众唔免阁烦恼用水的问题。我给议员这边的正面的回应，一定会这样做，包括到会有2个波段的一个提升，第一个波段是在这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礼拜5、礼拜6左右，那礼拜6、礼拜天到礼拜1的除夕会做第2波段的再提升，所以会因应这个所有的民众的这个过年前的一个洒扫的这个因应作为。得到自来水厂承诺过年这段时间用水无问题，但市园林美苑也再次提醒自来水厂，管线无够大，无够南区民众使用的问题，一定要透过工程一步一步改善，才会当确确实实来解决南区长期水压不足的问题。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了让游客伫春节假期会当方便消费，台南安平上环理事长的议员罗坤豪表示，其实8当前到对华旅游，当地民众消费连买一张餐啊，拢会使用行动支付，所以嘛希望今年咱对安平开始也正全力配合，拢用行动支付来拼全新的商机。春游安平所谓支付，就是希望提供予来到安平佚佗的消费者一个方便而且优惠的付钱方式。这个市员罗坤福底下坐安平在地店家甲在地里长做伙向大家推荐来安平佚佗用所谓电子支付的好处。我今仔日我拄啊幸运来做理事长，做魅力商圈的理事长。我们希望由我们的所有的商圈的这些店家，我跟你讲，这最简单的，用手机安尼去，你买什么物件，你给刷一下，哦，而且又有优惠，你又把整个市集给带动起来，而且是全国哦，我们优先先做，让这些店家们感受一下，来店家若是好用，民众也好用，较好。所以，阮推动这吼，对国家、对政府、对社会、对人民、对店家，大家拢有好处的啊。迎接春节连续9天假期，安平的商家拢已经准备好啊！因积极寻求进步，就是希望会当让消费者看到更好的安平。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先去问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由个人投票全台湾一定爱看10大灯会之，也是普节灯的春节灯会，今年已经迈入第7届。30号暗时正式点灯，邀请副市长王实施、前新北市长朱立伦、立委陈天辉以及议长郭信良等贵宾来担任点灯官，做伙点光府城的美丽夜景。迈入第7届普节灯灯会，愈办是愈闹热。
参观的人数创下新高，伫咧去年甚至达到10万的参观人次，也互网友来票选成为全国10大一定爱看的灯会之一。庙方伫咧30号举办盛大的点灯仪式，邀请到台南市副市长王实施、前台北市长朱立伦、立法委员陈廷辉、议长郭信良等贵宾，做伙来为活动揭开序幕。3、2、1，2019普济大会正式展开。所以接下来，我想我们也希望呢，普济殿为台南的观光旅游呢继续尽力哦。那我们也希望邀请全国的所有的朋友，甚至国际的朋友，都来到台南，来到我们普济殿，来看到我们的高压灯。这个花灯哦，甲咱即马台湾的灯会拢无共款，迄拢是比搁较大，也是搁较新。这是咱上传统的，上传统有的意义，搁有这拢是咱在地所有囡仔共同画出来，咱家己的花灯，感觉非常的赞，非常的好。今嘛伫网络上夯的景点在哪里？太小声了，在哪里？对，就在这个地方。当他把灯点下去的时候，你伫遮看到的是上水的景点。所以咱今天就幸福诶，我们今天可以见证真正点灯的这一刻。普济殿来办这个灯，你看这灯会非常的水。今年第7档尔，为第1档的3万几个、4万几个、5万几个、6万几个、7万个，到去年突破10万个，10万个是偌无简单的，10万个3观的人潮。灯会现场超过1800粒。各式各项的花灯，拢是集合了台南市各区，甚至各有国外团体创意制作。现场满满的人潮，嘛会当看出这活动的高人气。庙方也欢迎全国的民众，拢会当伫咧新春期间来台南行春看花灯。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每一当过年期间，各大庙宇拢会配合新春办节活动。其中，位伫安南区的青珠宫，今年农历初3就将举办祈福法会。庙方为了这摆盛会，特别打造一支2层楼高、有2000多斤的大机箱，为了完成接天香这项传统道教科技，相当难得一见。丰塞清水二祖师的青珠宫，伫咧新春期间要来举办着千香万火、世代传香的祈福法会，为台湾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期间也特别打造了一支2层楼高、重量超过2000斤、超大支的香，依照着道教的科仪接天香的仪式，要来庇佑全台各地参与这届盛会有功，拢会当香火旺盛，庇佑大家。台湾省内底吼，要做遮大支的天香吼，安尼真正是难得吼，有种机会啦吼。咱目前的这个关度吼，是做伫这个15尺3吼，将近差不多要2层楼高吼，重量将近差不多2400斤，直径吼2尺7寸半，是咱台湾上吼可能数一数二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天香啦。最主要这个天香设定的这个目的除了咱要来天佑台湾，护国佑民，为着这个百姓来祈福以外，来邀请着咱的这个众神，来受着咱这个天庭万神仙佛这个神力，来上助，来庇佑着咱全台湾，会当安尼一切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咱的这人民百姓拢会当安尼合家平安顺遂，大吉大利。伫初3这一天，庙方嘛邀请到台南市长黄伟哲、议长郭信良来担任着点香官，并且伫咧会场发送1000份的开运红包，互民众伫咧新的一年都有一个好彩头。新竹宫也欢迎全国各地信众做伙来台南行春拜拜。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东莞是真侪人细汉时共同的回忆，唔知你记忆当中的东莞是啥物？今年富乐梦观光工厂为了让大家体验一系列国外东莞，首先推出的是印尼的佚佗米。大家表示要伫春节期间提供环保无毒的烟屁花，同时卖当认识异国文化。以环保无毒烟屁花行销世界富乐梦，其中观光工厂对2014年成立以来，不但成为台南等周边县市学校户外教学场所，更曾经吸引香港的小学生拢来。
现场当看到这群学生正专心进行彩绘笔记，以及家己制作彩笔的趣味体验。当然，为了吸引民众回流，总是爱不断创新，所以今年特别规划国际动漫节。第一波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推出的是印尼在地游戏，并且由印尼学生哈哈来教大家，让学生拢更加欢喜噶。就是从印尼来的童玩，没玩过，我觉得很新鲜。我们也想要就是透过游戏的方式，让大家可以认识就是穆斯林，或者是认识一些其他东南亚的国家，让大家就不会觉得说因为文化上的不同而有隔阂。那印尼的部分是我们的第一站，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规划像是日本的童玩，或是一些其他欧美国家的部分。确实，让囡仔算无共国家动漫嘛，接触会当理解无共的文化，增加国际观。另外，伫户外嘛搭配台湾古早动漫的设计，和亲子共同来佚佗，把回忆过去大家共同的记忆。也则表示，过年期间除了离港暝甲初六以外，拢有开放。台湾新闻管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另外，为互民众体验日本潮流公仔系列，南胖购物中心甲泛艺术中心合作，特别举办库贝尔收藏的展览，展出将近20档来经典作品，总收藏价值超过500万，嘛成为年轻一代新的艺术市场，相当有看头。规身躯由9个零件所组成的库贝尔公仔，每一只拢是独一无二的创作，而且因为加入各种的品牌甲造型，佮甲侪电影合作，所以充满话题。已经不只是佚佗物仔排水，而是变成收藏的艺术品。其中一只甲哆啦 A 梦合作的公仔，对2012年创作时市价才2万块，不过到去年底为止，身价已经变成58万。主办单位算算的，将来总价值超过500万，预计19号正式甲民众见面。1，请揭幕！哇，这是我们的艺术熊精菜正式开展了，掌声！小叮当他去年应该是他一个未来出生的100年前的一个纪念日，所以大家对这个小叮当的这个商品就是都耳熟能详。那同时就是说对这个东西的喜爱度，我想由大到小每一个人都喜欢它，所以它就是会有很多人收藏。那渐渐的就是很多收到的人他不愿意再拿出来分享，那所以在日本在各大全世界的有名的拍卖网站，它的价格就一直往上涨，它涨到大概去年年底的时候，大概在50几万左右。这位开20档收藏的张泽龙，即摆受南胖购物中心以及泛艺术中心的邀请，对19号开始，一直到3月4号展出伊的经典收藏，嘛欢迎民众不妨趁新春假期前来观赏。台湾新闻顾文吉何乔芳采访报道。电影看板随着时代进步，拢是用大型印刷输出。毋过咱今日甲全美两个戏则维持纯手工的画图，所以报业者在收集当中经典的手画看板来办展览，希望让参观的民众感受完全无同的吸引力。全美戏院这次来到台南大湾北展出的电影手画看板，有《正义联盟》、《蚁人》，还有宫崎骏的系列作品。所有的画作拢是由手的师傅也细现所画。伊表示，老戏院所传达出的怀旧感甲历史，是现代电影院无法度表现出来的。手画看板嘛是其中一项。这一幅它的构图就是只有人的脸部而已，所以它相对那个从那个构图呈现出来的那个脸的部位就很大，所以它就可以彰显出那种。一般我们那种在小海报看到所体验不到的那种张力。全美戏院跟远东百货一起合办这个台南人的老戏院，那主要是传承这样子一个台南老戏院的一个传统的精神。那全美戏院大家蛮清楚的知道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手绘看板的部分。那手绘看板的部分，就是这一次的展出由我们年轻的一个画师，我们的事前叶画师来为我们就是制作这一次一系列的一个看板，
那欢迎大家在过年的期间可以到远东百货这边来欣赏一下，然后顺便也可以拍照打卡。除了展览，伫现场还有真侪趣味的道具，会当互民众翕相打卡，将相片抛上台南大碗巴脸书粉丝团，还有机会会当得到台南香格里拉大饭店的自助餐券。主办单位欢迎大家做伙来翕相分享。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现在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16度到25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1月31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